加油，开始。风一吹都要吹走。报告营长，我哪有？我真的没有，我根本没有。有，一天就有，没有。你知道我在旁边的时候听到他们的对话，你知道我听成什么吗？叫做有没有？一个护着说有，一个护着说没有。到了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被人家骂，你知道吗？很难过 ，upset。你看，所以呢，就拿起他女朋友的现象，反正5个嘛，也不知道拿哪一个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就说：“哎呀，你那对人家，我过10个月我就会退伍。你甲恁来的，你当开玩笑，我都无时间过，你都有时间在考。我们可以发觉，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，他碰到就是告诉。”排长，我们还有200个馒头才能退伍，好久。日子怎么挨？然后隔天早晨起来，我说朱排长，蔡排长，我们还有198个馒头才能退，好久。日子怎么挨？因为他每天吃2个馒头。那些冲突没冲突，今天干嘛会给他报馒头数？我只要把他的馒头数除以2，我就知道还有几天退伍。放下你就不在，你融入的时候你就有快乐啊！那跟四周围的排兵，那整个在一起，相亲相爱。既然有这么缘分，那我告谁告金门去做别人，那为什么不好好的把握这个缘分呢？你有一天就一天把握一天嘛。今天的时候我们在座还不是一样吗？你来自的东西南北台湾各地，也许还有马来西亚过来的侨生也不一定。但是的话，我们看看，既然我们可以坐在旁边。我们可以坐在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学到，我们来效善法贤。这个应该就好好的去珍惜啊！你就不应该的在那边就是快要打瞌睡了，还翘起2郎腿。所以的话呢，应该好好的学习，抱起了这样子的一种理念。所以我们跟隔壁的握一下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坐在你的旁边，跟隔壁的握一下手啊，很高兴认识你。等一下我睡觉的时候把我吐起来。我们跟后面的握一下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如果没有握手，我都看得很清楚。等一下我下去。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利用短暂的时间之内，把你的爱心、把你的欢笑散布给四周围的人，才成为一个最有魅力的人。你知道吗？依照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调查，透过了2万个男孩子的调查，你想要成为最有魅力的女孩子，第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不是漂亮，我告诉你。还有一句话我告诉你，卖我讲，迄讲话出来拢会人教甲会后悔，教了的喷味。人家怎么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呢？黑的就是你要的，你要成为一个很魅力、就很磁性、很有磁铁的磁性。你一定先要有慈爱的磁性，仁慈慈悲的磁性。你知道磁性是什么意思吗？仁慈的慈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给人家快乐的。你看看要跟隔壁的握手，你就很不想要。那你怎么样在往后的你人生的辈子当中，你能够尽量的散布你的快乐，你的爱心给四周围的人呢？你刚才有跟4个人以上握手的经济非常好，我们给他鼓掌。短暂的时间之内，你就可以给4个5个人快乐。我曾经请成大医生呢，因为我在成大当了2年的副协务长，我请成大的医生做了一个实验。他们医生呢，都是护理人员，那么能够善用他们的双手，来对着这一些的病人，诊断的这一些病人，住院的病人，给他们握手，拍肩膀，甚至他一下，然后告诉他你微笑，告诉他你的气色越来越好，你很快就可以出院。你看实验的结果是什么吗？实验的结果就是 significant。有跟没有的话呢，它有显著的差异。也就是病人的康复力的话会多很多，快很多。善用我们的双手，当然的时候要同性别，不要男医生去抱你病人，你要同性，开开
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一抱，哎，你看给他们的温暖了他们的内心。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要互相的做一些感觉别人的一种感觉，我们要去感觉我父母亲的感觉，你了解，父母亲要感觉自己儿女的感觉。这样子的时候呢，我们表现出来的话呢，才可以去满足对方的一种需求。我曾经去国小、国中演讲，国小、国中演讲，我最喜欢去国小演讲，比在大学演讲那种感觉不一样。我回去了以后都可以害了好几倍。在自己成大讲课的时候，哎呀，差五杠追。比如说的话，我曾经在国小演讲，同样的笑话哦。在礼堂是5、6千个国小的学生，黑卡我拢长大，笑到都会甲对方安尼一直配唱，就是去吹隔壁，然后甚至抱隔壁的一起流泪。可是你看大学生不会，你看我到现在有一些人就笑到那里去，可是还有一些你们到现在还都没笑。安诺，你是来请我就是不会中你的治疗，我就是不要笑了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到最后面呢，吃亏的就是你，因为一天3大笑，医生来不了。你要从自己的孝道开始，你一天3大笑，医生来不了，你的父母亲身体要健康，就是整天快快乐乐，很欢笑。一天3大笑，医生来不了，除非医生是你的家人，不然他去你家干嘛？你只要大笑1分钟，比你运动40几分钟都还有效。免疫学的博士，美国著名的医生，一直都在做这方面的实验。你只要大笑，大笑哦！到现在还有一些人叫闷烧膏。笑出来，你讲你敢若微微啊笑出声，笑出来嘛，你都大家讲。你就像那微微啊笑，闷烧膏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笑到很开心、很开怀。你听过什么叫开怀吗？你看那个横膈膜都会震动，笑到都。你如果打开机前，你自己去感觉一下，你不管练什么气功，跟你讲，你的横膈膜就是不会动。但是你就是要开怀大笑，你才有办法。有一些人说失眠，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失眠怎么办？”你问对了。回去的时候听清楚，我教你们治疗失眠的方法。因为很多的成大的学生有时候去接受我辅导，不是感情的问题，而是失眠的问题。我说你放下，你要睡觉，晚上要睡觉之前的时候11点，你不要太晚了。你11点的话，你到浴室拿一张椅子，还有一个桶。你看的是木桶、铅桶，还是阿鲁米，还是塑胶桶都可以，就是不要马桶。任何的桶来到了，哎，放在浴室，然后一张椅子，你坐在椅子上面，把2条腿叫左腿跟右腿，然后呢放在桶里去，就是要注意。先开水龙头里面蓝色的冷水，不要一下子就开红色，因为你的脚在里面。先开冷水，冷水呢到了一半，赶快关冷水，加热水，加到忍无可忍的时候，赶快关热水。你最大的忍耐的时候，赶快加热水。你不要打电话问我，嘿，蔡老师可以关了。感觉到有一点热了，我快忍不住了。赶快关，忍无可忍就给他关。这时候你会发觉到了全身的血脉，肌肉就开始畅动，汗就开始一粒两粒，呸，这时候把旁边的那个盐巴，粗盐不是炒菜的盐巴，是粗的盐巴，把抓了一大把就放到里面去，不要客气。你们有时候呢，那个手很小，你就2只手，反了就卖 cake， 你要有经肉畅通。这时候坐在椅子上面，不要忘记，你还是坐在椅子上面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，哦，汗流浃背。如果没有汗流浃背，要看医生，因为你汗腺有问题。
所以你坐在椅子上面，你知道，你就开始了，因为有一点 hot， very hot。这个有时候的意思，门窗都关起来，因为 very cold， 所以你的门窗都会关起来，对不对？门一定会关，对不对？我洗澡，你开玩笑，洗澡门没关，所以门窗关起来。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怎么样？你就会有这种感觉，然后你就开始笑，大笑出来，然后往前鞠躬，然后往后面，你只要大笑无疑，但是要记得门窗要关，这个窗户要关起来，你这样子才不会妨碍隔壁。这时候你只要5分钟了以后，你把汗用干的毛巾擦一下你的汗，站起来了以后呢，穿一下衣服，要记得穿衣服。然后走出去了，你会觉得你很累，因为你已经笑了5分钟。我靠跳，我告诉你，到了可以困去。你还说怎么失眠？给我开玩笑。所以免疫系统就会增高，因为你的分泌系统，因为你的自律神经系统，全部都强化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个人时常需要欢笑的原因。高高兴兴效仿弥勒祖师，知道吗？弥勒祖师满腔欢喜，笑开天下普尽哉。客气，真的就是给他们客气。对自己干嘛要客气呢？给他笑出来嘛，也要骂我们38。3824没被告呀！你怎么知道我永远保持24岁的青春年华扎实？人家骂我们猪，我是一只可爱的猪。没有我躺下去，拱，1、2、3，拱，不像你躺在那一边一直在数着羊，1只羊2只，数到10000次还睡不着，怎么样？羡慕。我是一只可爱的猪。你看我吃的好可爱，吃到都看得到。你看夹个蹦山都没有白吃。你看我跟你讲，你变成世界上面你是最快乐的人。我们时常的都很喜欢跟人家的计较啦，在家庭里面的时候，有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在比较，在计较。爸爸给我们兄弟姐妹谁给的多，给的少？你在计较这些干嘛呢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所以一定在家里面，我们今天既然谈孝道，注意一下，孝道的孝就是半老，底下有那么把那个刀子换成孩子，这是承欢膝下。爸爸妈妈半老的时候，我们当孩子的承欢膝下。可是你一定不只是养其身，你还要顺其心呢。你要了解到他感觉，他现在需要什么，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孝，全家才会欢笑的笑。你没有孝顺的孝，全家没办法欢笑。欢笑吃药才会有效，你学业、事业、创业各方面才会有效。这3年是非常的重要。你若是有咧困呢，隔壁甲吐起来听才不困。我跟你讲，你同一个时间做2件事情，你现在就开始训练，一边听一边睡。但是呢，你如果没有配合大家一起笑，就只有做1件，那叫睡。知道吗？要不要像有一些人真的是厉害的？你看，你等一下看一看哦。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是闭目在睡哦，可是我讲到笑话，他也会起来，太厉害了！你看他在睡，但是我要讲到笑话，你哪里厉害？那同一个时间做2件事情，笑，你才可以欢笑的笑，有欢笑的笑，才有效力的笑，吃药也才会有效。不然吃什么药啊？你吃什么药干嘛？父母亲有时候也会4大不求，身体为安。你虽然是很有爱心啊，帮妈妈准备了，你也付出了你的钱，帮妈买药，而且现在营养品也都买了。爸爸别起来了，加油啊！这真贵了，太贵了。
倒落想要到食咧，爱啉水，莫加着咧，爬起来一日到晚咧破病。我你讲免食药啊，因为恁爸爸、恁妈妈了面就要死去，医生我死去，因为骗死去。是食这个才食什么药啊？可是你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何必吃药呢？我刚才讲过了，而你只要呢，那高高兴快大笑，然后你的免疫系统的话，全部都是提升的。我时常去一些医院演讲，医院，那一些医院的院长，还有一些主治医师，听完我的演讲呢以后，都会很感叹的说：“对，蔡教授，我们现在医院最缺少的就是这一块。我们当医生的 focus 在哪里？是在 physical。”都是在物疗、化疗、物疗 physical 这方面，但是在 spirit 心理这方面，我们疏忽。我就请一个成大的医生，又做一个实验。当他们来做一个诊断的时候，我请他们问这一些的病人：你对于自己出院有没有信心呢？当然有啊！你这个地方也不是5星级的，也不是都好住都舒服的。我不喜欢看你看太久啊！我要赶快出去当志工，很多地方都需要我帮助，我希望我帮忙。可是另外还有帮助是，为什么会这么巧呢？他做出来的实验刚好是 half and half。你看看的，另外50%干嘛？你有信心出去，你有信心登去做你边的好，你有信心出去。死就算了，出去。人生是苦海，何必活落去？等去了看到迄辛苦。比死更加难考。你太平间不就在旁边吗？记得把我抬过去。你知道到最后面他们这些成大医生实验出来的结局 result， 你知道是什么 report？ 是什么？4个字而已，叫做心想事成。心想事成，不是新年的时候都是在祝福吗？哎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很想要第1名，你们都是分布在各学校，成大的成绩上 ，National 强攻 University。奇怪了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？我要告诉他，不是说你一个人考到成功，你就可以成功，不是考到成功大学就可以成功，而是在我今天所讲的这些，你自己心灵 physical。心想事成，所以有一些人想要第1名，但是到现在成绩单、学习的成绩被打掉，再差一句，再差一句，因为你不会想，因为你胡思乱想，你是光想你说白日梦，具体要 do， 要 practice， 那不是只是在那一边想。所以我们看看刚才我谈到了孝，你一定要孝顺一下，全家才会有方向。欢笑吃药才会有效，你学业才会有效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家里面就是有2位活菩萨。你看回去的时候，爸妈，这个学校那要演出，要礼序，或是有办一个活动，那这个交通费需要2000块，报名2000块，周转一下，妈妈拜托了，周转一下2000块，2000块够吗？我这里有5000拿去。活菩萨。有求必应。你去妈祖庙一直拜，嘿，2000块，7万2000块就不下，还要先借100块，买油香纸。我不是叫你不要拜，我的意思是说的，先拜2尊。但是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你要让父母亲很想，你要求2000，他给你5000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你要听清楚。那就是要听父母亲的话。你先听父母亲的话，父母亲才会听你的话。你听父母亲的话，四周围的人才会听你的话。连菩萨、连妈祖、连仙佛菩萨都会听你的话。你看看那个张希敏，听过吗？张希敏，认识吗？认识。你连黑道都认识？因为他曾经来东山这里。好，我们看张希敏在逃亡的过程有没有去拜妈祖？有没有去拜拜？不一定是拜妈祖。有啊，新闻媒体都有这么广播。你说他拜是怎么拜？
拜托了，不要被侯警官抓到。你只要让我抖够这一些呢追捕啊，我要打几个金牌来回报你，以后他有许愿。你只要不要让侯警官抓到，侯警官有没有拜？侯警官有没有拜拜？你们都没有在看报纸，整天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业绩压力，赶快抓到张喜。结果到这边菩萨听谁的话？听侯警官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侯警官他是依照天理在做事，他依照马祖、依照菩萨的话在做。平时就是要听菩萨的话，你平时就是要听妈妈的话。我跟你讲，你不必求，你不必求菩萨，你也不必去求妈妈。爸爸妈妈都会事先了解你需要什么，因为他们是过来人。菩萨都可以那么为你宣誓，他都可以事先安排贵人在你的旁边，因为你平时都在听菩萨的话，你都按照天理，所以你到最后才可以回礼天，知道吗？你平时不依照天理良心在做，你没有办法回礼天。天理与天刚好是颠过来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其实是很简单。我们就跟父母亲的那种对话，听话，你知道怎么听吗？你的听写一下，你有笔，你有纸，你拿起你们的笔，拿起你们的讲义，这个听写一下，非常重要。你听人家演讲一定要拿笔，知道吗？你有笔，我借你。听的时候耳朵旁写一下，耳朵旁，耳朵的底下呢有一个任气息谐音，叫做认真的听。认真的听，右边是10个木1颗心，叫10个木1颗心。你今天坐在这里听我讲话，你眼睛一定要看我，你要用心来听我的话，而且是认真的。所以以后你在听晚辈的话，你听长辈的话，眼睛要看人家，不是一直看着地上的蚂蚁，然后说过来，哥哥来，不是这一回事。所以你的眼睛很自自然然的 touch 到别人的眼睛，很用心的，然后不断的一直跟他附和，然后呢，再来接着，很好，是哟，接着，很好，是哟。当然，对方如果在掉眼泪，你绝对不可以说是哟。你要互相跟他感到共鸣，倾听就是要把自己放下，耐心、爱心、人心的，是听别人的话，这些都是要修过心理学的才有办法做的，但不是修过就可以做得到，还要很有耐心的把对方的问题要把它提出来，把它引导出来 ，post 的一些问题，然后呢，再来，对，接着呢，很好，接着，很好，是哟，很好，你要把它，然后呢，接着呢，你当初的感觉是怎么样的？接着，然后呢，导引到他的一些问题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听人家讲话要懂得听。因为爸爸妈妈的，那么有时候讲几句话你就很不耐烦。以前我家住鹿港，然后我读成大。每次你看个青年时节或者一些放假就回鹿港，当然还要南下来到台南。妈妈有时候就要送我到彰化的车站，然后就跟我挥挥手啦，嗨，去咯！暗时哦，若寒哦，莫踢被，爱丢面少被哦，莫去寒着，爱加被哦。嘿，若咧枵哦，爱食饭嘛，莫枵死哦。过马路哦，莫捡菜东西哦。好啦，我会啦，我袂捡东西啦。我会丢面少被啦，因为我真寒啦。我会食饭啦，因为我真枵啦。是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所谓的婆婆妈妈，这就是菩萨的心肠。你哪一天的时候，树欲静而风不息，子一样而亲不在的时候，你这一些的声音，这些关怀的声音，这些贴心的声音，全部都会消失。你那时候就会很怀念。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有知识。你看他的爸爸妈妈对于我们的一种爱心，所以他更 touch。他才会这么关怀，他怎么不对邻居的孩子这么讲呢？
为什么只对我们讲？以后你们为人父母的时候，你们会说这些话，因为你要不断的叮咛自己的孩子，一定的，永远的，不管是几岁了，你看我现在这一把年纪的爸爸妈妈看我还是孩子，还是不断的在叮咛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去感觉别人的一种感觉。听话的时候，先决条件就是一定要去感觉别人的一种感觉，透过的听来知道他现在需要什么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，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坐在我隔壁的是一个清华大学自由生，数理非常强。结果老师出5个习题，我第一题花了3个小时 3 hours 才把它 finish， 结果他5题已经全部写完。才追，多一条我这个吐出来5条转下。这个人者当年评压力在偌好，他马上把他的座位推过来给蔡大哥、蔡兄，你帮我检查一下，看我写的对不对？都满对，都满对。看，你知道他省到了多少摸索的时间吗？你知道站在专家的肩膀上面可以看得到、看得远吗？所以你说为什么谦受益？不要一直呢只顾了面子的一个问题。其实呢，你就是要谦虚，你就善于呢请益别人，因为他在他的肩膀上面看得高、看得远，省掉了我很多摸索的时间，为了要感激回馈他。我知道他没有女朋友，所以特地把一个成大的学妹介绍给他。你知道吗？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回馈而已，是希望还有2/3学期继续给我看，不要中断。怎么可以中断呢？处心积虑。2礼拜过去了，我这校园里面 campus 里面去碰到我这个学妹，无正是碰到了，跟到了。结果其实那学妹我介绍的男朋友不错哈，很优秀哈，优先生秀。我说很不错，不错，很臭的，不错。世界上面这么多男孩子，从来没有看过一个这么臭的男人。代志大条，为什么我感觉袂歹的人，伊会该嫌甲伊家己？学长，听我禀来了。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也不在我的旁边牵着我的小手，或者是在旁边呵护着我陪我聊天，竟然自己走在前面，他生肖属猴哟。好奇什么呢？还有我在后面小跑步，就等你，靠边线呢，迄老掉，迄拽掉呢。6月，迄肝拢都喷，贵身躯拢是淡薄。在前面冲不知道干嘛，然后过马路省道呢，自己左观观右瞧瞧，看没有车子，一个箭步就跑过去。学长，你知道什么叫一个箭步吗？比箭还快。不完死，听到刹车声，拐，他才回过头，看我有没有被车子撞死。哦，王小姐，我刚才你无叫车弄死，你哪会知我差点叫车弄死啦？臭男人！结果来到了1点，总算2个人有找到了卖中国食物的中国餐厅，2个人就随随便便第一次约会嘛，不是吗？青菜拌到已经2扁了，这青菜叫同款的物啊，弄了叉面。结果其实要怪就要怪这一个服务生，你不会煮2碗端2碗哟，煮1碗就端1碗，臭男人自己要搞定，好像3天没吃东西，就拿起筷子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吃，够大声，然后不断的还在那边感叹王小姐，这个面真的很好吃，害我2只手抽出下巴，就什么敢抱回去。害我2只手抽出下巴，吹暖一抓。各位帅哥，你们钱到的忒清楚，贴心各方面的表现不是用手讲，而是在于微里细节的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点一滴。
就可以看出来你未来的心理表现。忠诚必出自于孝能，你忠诚，宰相忠诚，一定是举拔剑拔于孝慈，孝能之主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孝的那么重要？因为你是平时孝，所以你来到，比如说官府当官，你当政，你还是会秉持这样子的心态，然后呢，对于老百姓这样子的一种付出，个性、习惯，然后就能改善、改变你一生的命运。开心啦，不要只为自己啊，不然怎么会有第二次宴会呢？你至少要推2次嘛，对不对 ？Lady first， 你先要冷了就不好吃。不，我不饿。你先说不，我才不饿，小姐你不要客气，真的先生不要，你说的哦。一次都没推，开始开始好好讲。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，态度决定一切。你这一句我刚才讲过的，不是成功大学就会成功，是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，态度决定了你的气度，气度决定了你人生的高度。所以气度要辉煌，量大福大，心宽路宽，不是心宽体盘的，是心要是宽，你未来的路就宽，你的量大，你未来的福报就大，心量要大。所以你的态度决定你的气度，气度决定你人生未来的高度。人生的高度不是三角形的底部，底部当然很重要，但是决定这个三角形的高度是态度还有人际关系。所以我们跟父母亲相处，这个态度很重要。你不要以为只是养其身，还要顺其心，所以事事才能够顺利，是因为你顺爸爸妈妈的心，你才可以顺利。我们现在看看的那个讲话也是很重要的，知道吗？那个音调，诚于中行于外，谦虚诚于中行于外。讲话，亲爱的妈妈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赶快来吃饭，好吗？菜冷了就不好吃哦。不要一直看电视嘛，赶快来吃饭。全世界最伟大的妈妈，我们一起来享受晚餐，好吗？听起来怎么样？蛮嘘嘘。但是我变成4声了，你听听看。内容我一个字都不变，我只改变音调。亲爱的妈妈，赶快来吃饭。菜冷了怎么吃的？快点使用扣电视。全世界上伟大的妈妈，快紧来吃饭啦！你敢去吃吗？你如果真的要吃，你要把头发上面的银针拿起来，猜有没有变成黑色哦？好吓你哦！开玩笑，内容完全 but 你那个态度表现出来的口气，不敢换啊！从心开始，为什么我们修道要修心？不是刚才你公公的点好来要踏实啊，那个心是很重要的。有一位先生加班回来领了加班费，伊加班费摕回来了，伊因时也无4点外，伊来到厨房，伊就甲因太太讲：“哈尼，我已经回来了，亲爱的，辛苦了，为这个家庭牺牲奉献，任劳任怨，无微付出，谢谢。这是我用加班费买的一束花，仅献给我亲爱的太太，牺牲奉献的太太，谢谢了，献花。这是我用加班费买的水果，很少吃到的水果，献果。晚餐不用吃了，不用煮了，我们已经吃馆子。吃完了馆子大餐了以后，我们一起去看大荧幕的蝴蝶效应，你说好吗？如果你未来 in the future， 你的 husband 这么说，你觉得怎么样 ？So good, right? Great 那是还未结婚才咧电脑，你们后壁怀结婚的你唔看，因迄电头迄头拢点袂出来。马上风云变色，阴风闪闪，雨公司，唔知是拄一条筋有问题。
领的加班费一定要花掉吗？难得领加班费，不会全部交给我存起来哟。你花掉，全部花掉，你才会舒服哟 ，comfortable 哟。存起来嘛，你何必一定要买花？花会凋谢，你没有 common sense 哟。你没有觉得我比花漂亮吗？你看我就好了，何必看花呢？趁着花还没有凋谢的时候，赶快退钱，把钱退回来给我，去买化妆品。快去，还站在那边干嘛？慢一点，过来。你说吃什么馆子？他煮出来会比老梁煮出来好吃。浪费钱又没卫生。还有 furthermore， 看什么大荧幕？一张票180块，那还是会员价。我们自己4个人去看哦，爸爸妈妈不用看的哦。6乘以180多少钱？算看你就知道，超过1000呢。看一只蝴蝶飞2个小时啊！蝴蝶效应效什么应呢？飞2个小时1000块飞走。你不会等，你不稀里花行吗？像50块嘛，全家大大小小都可以一起看嘛，一起喝，你要让他飞几个小时都可以。因为可以倒带的，对。你看看，喝了，如果说很急哦，你还可以暂停，全家都去方便，你看多方便。如果你去看电影的时候很急，你可以对着后面的放映室说暂停，我很急，不可能。就像刚才有一些伙伴，很急，那你看着他就赶快出去。他也不知道要按哪里，叫我暂停。都不方便。我跟你讲，你当太太的说这一些话，你知道以后的结局会是什么吗？你的先生 ，your husband， 从此以后 never， 从此以后不会再买花。他经过花店的时候，只会想到几个字：看太太就好。他经过店里面，只会想到4个字：我不方便。不要去扫人家的心，你不要善体父母亲之意，养其身，顺其心，互相的感应，感觉别人的一种感觉。贴心的，你看我有一个成大的学生。第一次约会跟他女朋友，跟父母亲借车啊，开车啊，准备接人，然后去逛啊，台南县、台南市。约在成功大学成大医院旁边东风路最宽的一条路，还有到宽一条，有到水的一条路，叫做东风路。就是你知道吗？他把车子停在那边的时候，看到他的女朋友站在街道的那一边，很宽呢，台南是最宽的呢。在那边还把车窗打开，过来哦，小丽，过来哦，过来个口嘞，过来。你不会开过去哟，叫人家走过来。结果叫人家走，你过去。我跟你讲，你们这些帅哥注意，以后你们右边的门，女朋友要上车的门，你一定要对准她，不可以超过5公分，记起来，误差只有5公分。结果的话，你要下车帮他开门，知道吗？这个在美国、英国，纵然是结婚了以后，gentleman，be a gentleman， 要替小姐服务，替太太服务，就是要帮她开门，帮爸爸妈妈开门。你们现在跟爸爸妈妈一起坐车，你们有帮爸爸妈妈开门吗？要注意啊，不要一个人敢敲，抢一个好的位置，帮爸爸妈妈开门。做好我们自己，关门再就自己的位置。你看看他的女朋友啊，要上。我要告诉大家哦，那个手不要放在你女朋友或太太的头的上面。你要知道要讲什么吗？不要讲说 Becky 的，太硬了。你一定要讲什么？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头哦。练习起来。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头哦。你那个哦不要太久，那哦就会吐，叫呕吐。
你要把它拉高、拉远、拉长、轻声，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头哦，要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头哦。你看，你等你的女朋友是太太的话呢，坐到车子上面去。我这个同学，这个学生，看到他的第4页会看到他的女朋友坐上，屁股坐上去，右腿还在外面，就关车门。所以教战守则即生成，你要等女朋友的左腿跟右腿都晃到车场上面去，才可以关车。你知道那一辆车什么地方都没有去了，因为成大医院的急诊室就在旁边。你关车门要轻轻的关门，不要里面的女朋友丢包吓死人！要时候经理轻轻的关门，然后就位。注意哦，这些帅哥注意哦，从前面跑给他看，因为你从后面跑，他看不看？前面一个箭步，你知道什么叫一个箭步吗？左手放在引擎盖上面，撞架。回去训练一下，训练 successful， 你才开始去接送你的。完了以后呢，你就自己的驾驶为了有安全带系手刹车以后，你要问旁边的太太或女朋友 ，Are you ready？ 这是尊重，这是尊重，可以出发吗？女朋友说 Yes， 以为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关车门，车门还没关好就启动，那手会断掉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那是感觉别人的一种感觉。一切为人处事一切的细节就在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因为这是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休息。下一节课我来准备一些的投影片，让大家抛碰的那个。现在跟我有关系的寿司班的学生，我指导的寿司班学生，每一年都10几个。因为呢，在成大研究所比大学部的学生多2倍。现在研究所硕士班的学生都比大学部的学生都多2倍。在职专班，夜间部有在职专班，有EMBA、IMBA。所以我毕业把这些每一年毕业的学生跟我有关系10几个。你如果9个的话呢，就可以一起什么一个圆周谢师宴，我在讲的是谢师宴，就可以一个圆周。但是10几个的话呢，怎么周圆周呢？长条周，长条周。上面的话呢，那菜都摆了摆，请老师上桌。你知道我坐哪里吗？坐在这里。看那边的菜，跨不假的，太有默契了。为什么我喜欢的菜都摆在那边呢？跨不假的脆软里桌，那么好吃，那么远呢？你说当一个老师的跟同学、跟自己的学生要菜要饭，成什么鸡同呢？同学帮我夹菜，帮我夹饭，开玩笑。你要主动帮老师夹菜啊，也太远了吗？所以我一直看着，好了，我把前面的菜先夹一夹啊。反正10几个同学一定会有一个良心发现啊。上课抬头有人夹，一定会过来，不是放在他们的嘴巴去。结果等到我把前面的菜呢稍微吃一下 test 一下了以后，准备再看，抬头一起来，那些菜都不见了。这些学生可以毕业吗？但是已经谢师宴了。我跟你讲，态度决定了一切，不是 IQ， 是 EQ、SQ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这些。我不是说你第1名以后就会成就，不是的。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觉。你的孝道，你的孝顺，知道吗？你这做的怎么样？你人际关系做怎么样？人际关系孝顺其实跟父母亲子关系还不是人际关系 ，relationship 还不是很好。一样都是要做的很圆满、很贴心。我们休息10分钟，不见不散。等一下我们继续上课，谢谢。你前面的几首是都不好意思，
可是有一些成大的学生呢，听完我这个问题了以后说什么？老师，相反呢，我一上课就期待下课呢。你那些上课期待下课，我跟你讲，你最不用了，因为你的心态差很多。现在的价值观跟以前的价值观也差很多，我要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。所以李远哲一直说了，他希望我们的台湾的社会是往上提升。高居人民他前几个月的时候，他说 apologize， 收入，因为他发觉到现在的社会，那么一直往下沉，价值观各方面、生活观、生命这一些人生观可能都不一样。所以有一位呢交通大队的队长，在我上台之前的时候，他说现在人跟以前差很多。我说差多多，差很多。以前的人被交通警察逮到，因为闯红灯开黄灯，我们总是觉得很羞愧。你知道什么叫羞愧吗？就是40度会羞愧的，那边都会羞哦。然后呢就会告诉警察，对不起啊。原谅一次啦，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真的，我很累，所以我把红灯看成绿灯。你也很累，你就假装没看到我闯红灯。直拍看呐！如果一定要呢开我罚单，你就开那个最便宜的那一项，拜托查一下哪一项最便宜嘛？是不是穿偷选那一项？起码有点意思啊，尤其起码笑的。有一店长底下就闯红灯开罚单，还非常大声的怪我们警察：“你刚才为什么要抖起来呢？你要是站在十字路口哦，很清楚、很明显的，让我们都看到了，我们会闯红灯吗？警察，下一次注意了，不要抖起来了。”那一个警察说：“对不起。”我跟你讲，以前是做错事情的在说对不起嘛，现在是你警察跟你对不起，你别做错了再说对不起，这是什么喜欢？以前我们在读成大的时候，你注意，其实这个在学校跟在我们家里面，你如果都能够保持这样子原则的话呢，成婚定型也好，承上启下也好，你都能做得很好。我跟你讲，走到哪里去都是很有魅力的。一理啊，我们的无道一以贯之，这个理都是通的。我们在读成功大学的时候，我们都帮每一个老师准备专属的毛巾，跟瓷器的杯子叫做瓷杯。瓷杯的底下都贴有老师的姓名，毛巾都绣上老师的姓名，这样子才不会混淆。一个学期结束了以后，我们就把毛巾跟瓷器的杯子、瓷杯就送给这一位老师带回去了，因为你已经用了一个学期。你看冬天呐 ，very cold， 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 hot tea，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茶我们才准备哦 hot tea 啊。你冬天很寒冷的时候，你 drink， 你喝到的这个 hot tea 啊，你会感到很温暖啊，哈微波，2000公尺的那一种韵味十足。毛巾是热的，冬天哦，手脚冰冷。摸到温暖的毛巾，你也会温暖。把毛巾拿起来 ，touch 到 skin， 脸颊的 skin， 温暖的皮肤，温暖的老师的心。你说他改出来的成绩不会温暖学生的心吗？要注意这一点很重要的结果。你看，我们都有帮老师擦黑板，让老师有一个很干净的黑板来挥手。今摆人伊也无共款。我美国摕着博士学位转来了。开学第一天的第一堂课，连续站了3个小时，3节课3个小时。我下课了，各位同学吃完不要忘记下一个礼拜上课不要翘课哦。班长请值日生起来，来前面帮老师擦黑板。老师，我们现在都没有排值日生，所以都是老师自己擦。你所以的后面造句 make sentence， 你为什么都没有 make sense 呢？你的所以的后面为什么一定要接这样子不好的句子呢？你为什么不能接着报告老师？我们现在都没有值日生，所以由我班长来帮你擦，这样子不是叫100分吗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接所以？都是老师自己擦。我这一个人向来是不强人之手的。
因为你抢一只手来，你说整个气氛都不好。所以因为你抢了，就是你，你不要走。最后的那个同学过来擦黑板，水，看水。为什么呢？最要紧呢？啊，大家拢去比那个菜汤里，当然我咧比这个粉笔会。我跟你讲，我不想做这种事情。这时候我就开始自己擦，不然谁擦？自己擦。你知道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？早知道就少写一些。还有现在呢，要擦那么久，真是自作自受。下一次一定尽量用讲不写。你猜得出来吗？我在成大管理学院现在都是在教什么？我都是在教高等微积分，我都在教线性代数。看起来就是 mathematical face， 对不对？有没有数学的人？有。我故意问你，还故意回答。结果你知道我现在在讲，我觉得尽量都不写这个，因为还不是我自己擦。有同学笔拿起来，积温写一下。不是，我是在举例啊，不是叫你们。积温符号写一下 ，summation 也写一下。来括号小括号 x 平方加2x， 好平方好，外面再一个中括号。我这不爱写，我不念的，因为等一下还是我擦黑板。你知道我想到什么？第二个练头。如果现在有一个学生主动跑上来，然后心里辛苦了3个小时，由我来帮你擦，你早一点回去吃中，下个礼拜见哦，拜拜。绝对不客气，我绝对加他总分10分，期末考不用考。Whatever， 我不能讲，我不能说，我说出来了，全部同学都出来，还搞一个我举条。你知道什么叫做贴心吗？不用别人说，爸爸妈妈不用讲，你根本你就可以主动怎么样去了解，你去深读，一直在我的心的深处，你就知道父母亲现在心在想什么，他现在需要什么，就是贴心。你知道贴身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抱一下、hug 一下，不就贴身了吗？你要贴多紧都可以。But 自古以来，同床异梦的夫妻为什么会这么多？为什么我们全世界离婚率第2就是台湾？台湾应该要拼经济，干嘛拼离婚率？因为离婚率比较好拼，经济不好拼。你知道道德、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为什么要都提倡？再这样子下去，我们已经超越美国了，知道吗？他现在把美国 kick 掉，我们就全世界第1了。这个带来了多少不圆满的家庭？单亲的家庭，这些都是有所缺陷的。我需要的是一个贴心的孩子。你看，那个擦黑板，有一天擦到了12点8分，从背后传来了一个尖叫声。分贝数你知道多高吗？他讲什么话？冲下！害我的板他差一点掉下来。整间教室classroom就只有我跟他，你不上来帮我擦黑板就说一声，你还在我的背后讲冲下！我当然要回头看看 what's happened， 就才发觉到这一位女同学耳朵的旁边还有一只手机，后刚才他还有手机在旁边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能发觉到，有时候就好好的，突然间就有人在自言自语，这就是手机带来的麻烦。因为有一些还装蓝牙的，还装什么的，看不到他有耳机。啊，就看到多你亮，拜托了，不要了，再一次机会给我了，再一次，原谅我一次了。你看那水亮，啊，不然那假钱，那不然那跨钱，在图书馆的话，拜托。这个1世纪的时代，实在是，这光新鲜的嘛，是一点，因为它跟无锡界的也是，只是你看不到耳机而已。结果我这里在看他在讲什么，好臭死呀！你不是12点就要来接我吗？去吃午餐吗？为什么到现在你还没出现？你知道让我等多久了吗？8分，会昏了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知道12点8分的原因。不然我为什么知道我擦到12点8分呢？你要是你那是无出现，你要你就免来催我了，冲啥？甩！
在桌子的表面，叫做桌面。砰的一下，吓我第二次 ，scare me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说，拜托啊 ，lady，be a lady，OK。听你的口气就可以知道是你男朋友的缺点，是他的过失。他放了你的鸽子，那为什么不摔他的手机？要摔自己的呢？你知道那一位女同，她的那个表情，我到现在都觉得好可爱，好对哦。蔡老师，你怎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？我们要注意一点，你不要拿别人的缺点来处罚自己，你不要拿别人的过失来处罚自己。动不动的话呢，因为别人的一句话，然后你就那边不高兴。要活出自己生命，你要的那种光彩，你要当自己生命的主人，你要自己当自己情绪的主人，你自己要去深懂你四周围人这一些长辈、平辈、晚辈。这要贴心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从刚才一直到现在，讲了很多贴心的例子。其实一个人要有所成就，就是态度跟relationship，就是人际关系。决定你未来这个3条线的高度。我们在道场上面学习的就是这一题。你以为我们在道场学习孝顺法学，你求到的那一天你得了什么？只有得一个苹果跟一本书，不然就是一张什么代表求到的卡片，就这样而已。你得什么？回去吃一次就不见，卡片挂把丢在哪里？你得什么？你的佛性本具在，你没有失怎么会得呢？本没有失去，为什么叫得呢？你是看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，你要察觉到你的心灵的深处，一定要看。有2个心是很重要的，会决定你自己往后的成就，就是往外面的关系，对外的关系，还有对自己的关心，观自在菩萨的关系，观世音菩萨的关系。这2个观很重要，一个是自觉，一个是觉，一个是正极，一个是成然。2个观。您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恁到底知影我在讲什么？为什么迄表情那恐怖呢？我搁讲一遍，绝对袂讲对啥物。第一个关就是关怀别人，关心，因为你关心别人，别人才会开心；你关怀别人，别人才会开怀。第2个关就是观自在菩萨的观，观察的观。观不是我往外看，观是往内看。它是一种收摄，它是把心定in的地方。所以你要了解到，你没有静下来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你四周围的爸爸妈妈、四周围的兄弟姐妹他们需要什么呢？你怎么在意了？因为你在乎自己而已嘛。我们只在乎自己而已，就没有发觉到四周围需要什么。放下，把一些东西就是放下，你就会发觉到你放松。你只要你很放松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开，放开你就可以放宽。包括恭喜人绝对不会公对不起。这4个放很重要，放下，放下以后可以怎么样？放松。我麦克风不放下，我干嘛？我怎么能够放松？放下才能够放松呢？放松了以后才可以放开呀、放开才可以放宽呀、放宽了以后心宽，路就宽了。它是有它的一个道理。如果我要礼物给你，你注意听哦。现在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为什么不快乐的原因，就在这里哦。为什么你时时刻刻时常会有烦恼的原因，就是在这里。为什么我们已经得到了3宝，而你还是不快乐的原因，就是在这里。因为我们没有把放下，我们的心迷迷糊糊、模模糊糊，就是一层这个灰尘就在上面一样。我要礼物给你，你注意听，你注意听。我要礼物给你，可是你的手都是拿着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，然后很贪着，很执着，我不可以失去，我不可以失去。我的礼物有办法直接交给你吗？没有。所以你要自己先放下，手中空无一物啊！你这个贵重的东西，你才能够马上 accept。而且的话，你心中一定要知道，礼物是什么。我才有办法把你想要的礼物给你。上天无时无刻旁边都要很多的 gift 给我们，仙佛菩萨很时常都会怎么样，把很多的 gift 要给我们，那就叫幸福。
叫做美满，叫做快乐。这一切的礼物要给我们，可是我们的心全部都是被那一些一直在执着、贪婪、妄心占满了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接受老天给我们的 gift。而且老天要给我们东西，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要什么。爸爸妈妈一直也都想要给我们什么，但是我们都一直不知道要什么。爸爸妈妈怎么给我们什么呢？你知影我咧讲啥？你若知影我咧讲啥呢？头壳小可对不起，无我就继续搁一直讲落去，我就会一直 repeat。可以要互动，不要把没关系的变成有关系，请大家注意这个例子。不要把没关系的变成有关系，最好是能够身体，比如说像我现在 lowly 一点 lowly 都没有，行李也放下，什么都放下，你不是身心自在吗？很清安又自在吗？所以不要把一些没关系的，有的健康，这个也要，那个也要，要 simplify， 英文的 simplify， 生活就是要简化，你这样子才可以清安又自在，快乐不会烦恼。我们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碰面，也只有2个小时，其实只有2个小时，有100分钟。下一次也许你们就没有机会再听我演讲。但是，所以我见到成道，就是有什么我就尽量说什么。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哦，很重要哦，不要把没关系的变成有关系哦。你们要听得懂我这些故事的内容哦，不要只是笑一笑，然后回家就没了哦，就 forget 啊，放下哦。蔡典禅师不是说放下，所以我把2天的成长也都放下。你要消化叫 digest， 回去要消化。有一个天才妈妈很好笑，我讲完了以后你们一定要笑。如果你们没笑，就是在睡觉。请大家准备笑。我说的态度就是很重要。你听到人家要讲笑话，你就赶快讲。你的弟弟妹妹跑到你的家的话，回到家了以后，哥哥姐姐，我会讲笑话，好好笑，好好笑，我讲给你听，你要赶快说，赶快说。你不要这样在那边在那写东西，有的是在上电脑，在打字的时候的，还喜哦，闪电去了。我已经看了你10年了，你10年里面嘴巴还可以吐出什么笑话？你现在要说笑话，才是天大的笑话。我就曾经听过啊，而且还是在佛堂里面听到的。你已经求到了，竟然还讲出这些话出来，不是很伤人啊？那个血都会喷出来的。你听完了以后，你的弟弟妹妹的笑话，他能够讲什么笑话？你说？我们已经读到了高中跟大学了，有时候讲笑话也不怎么好笑，而且很人。你说小学生还能够讲什么笑？所以听完了以后，你一定要说，好笑，好笑。没想到我弟弟妹妹现在还会讲笑话，好笑，只是成长的空间还很大，以后还会更好笑。要会讲话，要会讲话。你不要像我那一天听到了，他又重复第2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很好笑了，到旁边了。那不是有程度伤害？你怎么会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？我刚才讲过了，你要 attractive， 你一定要仁慈 merciful， 看着你，一定要外公讲。所以你一定要有磁性，才会有那个磁性嘛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今天的话就是在讲这个天才妈妈真的没想。这个天才妈妈有一天来到了披萨哈的，到了披萨，给我孩子吃个够，整天吵着要吃披萨。披萨有什么好吃的？你说。他卖披萨已经10年了，第一次这种呛声。然后也不错，有一虽然你细创中就好，20分，烤一个披萨要烤那么久，真没效率，要不要我帮你烤？除了个做嘴3不岁，太紧了，很快。这一位老板赶快把别人的披萨先调给他，不然等一下够不够凉？10分钟了以后说了 ，Here you go， 太太，你的披萨已经好了，要不要我帮你切？当然切，你教我自己切呀，这是哪门的服务呢？不是的，太太，我的问题还没问完你就抢答了。我是说帮你切8块还是切12块？切8块啊，这什么问题？切8块少一点，你切到12块，我孩子吃得完的哦，臭你！切那么多干嘛？你切少一点8块就好了，不然会造成浪费。多拿4块出来会浪费的。
就是要这个笑声，我自己，那多好。同样一块披萨，为什么切8块吃得完，切12块吃不完？你看还有一个成大的同学，人家在那笑，他才问隔壁的同学哦，你在笑什么？你说这种成功大学的学生怎么会成功呢？你看到别人笑，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可以笑，你还是要笑啊，不然很另类。培养一个幽默感。麦克阿瑟《为子祈祷文》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：不仅品德好、人格好，还要有幽默感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成就一个人有魅力的条件，就是你要有幽默感，轻松愉快。人家为什么跟你这样？我觉得是做人体物质乐园，这个也不开会准。人家只要跟你在一起快快乐乐，就可以感受到你那一种散不出来的那种驰骋魅力。所以你看物质乐园已经倒了，因为东西不准的。这一个天才妈妈有一天写一封信给自己读成大，住在台南读成大的孩子。亲爱的妈妈，妈妈非常想念你。妈妈知道的很慢，所以妈妈写这一封信也写得特别慢，好让你慢慢看。你有看过这么体贴的妈妈吗？时空错乱。追听要追听哦，但是别人在笑，你就赶快笑就对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很累。小华你已经2个月没回台北了，妈妈真的很想你。2个月，妈妈爸爸已经搬到了新家，因为一不小心，把旧家的人牌也随手在行李箱里面带到了新家。所以妈妈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们新家的住址并没有变，跟旧家是一样的，因为门牌还在。天气已经变冷了，早晚的温差还是相当的大哦。虽然台南的天气比较温暖，早晚温差还是有。所以你知道妈妈多爱你吗？花了很多计程车费 and 时间，导游机准备把你喜欢的大衣寄到台南给你穿，结果在称重的时候才发觉到这件大衣怎么那么重呢？你知道妈妈多聪明吗？为了要减轻重量，妈妈就把这件大衣外面所有的纽扣全部剪下来，放在口袋里面一起寄过去给你。当你收到大衣的时候，要记得把纽扣从口袋里面拿出来，不然很难看哦。给2个。对了，小花，妈妈顺便在信中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今天早上写信的这一个早上，你知道你住在基隆的姐姐已经在医院里面生了 baby， 但是等妈妈写这一封信的时候，还不知道你姐姐生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，所以妈妈信中无从告诉你，你是要当阿姨还是叫舅？你当阿姨跟舅舅跟姐姐生的有关系吗？哎呀，妈妈本来要寄很多钱给你啊，但是一不小心把信封粘上了，所以也就算了。你从小开始开玩笑，所以妈妈都坚决反对。但是等你下一次回到台北新家的时候，你就会发觉到我们台北新家竟然有一只美丽的小狗。那是因为妈妈前几天去家乐福买东西的时候，碰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为国的事啊！妈妈很看过了，千万不办哦，因为把柜子上面的40几大包全部搬回家，很重哦。搬回家了以后才知道40大包怎么吃。你知道这个天才妈妈就是搬到了我们世间上面的人，为什么会痛苦烦恼的原因就是在这里，因为他把没关系的变成有关系。我们修道就是要有正知正见，你要有正确的理念，知道吗？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你都能够依理而行来判断，你才不会烦恼嘛。所以像我刚才讲的，你不要把别人的缺点拿来处罚自己，没有你的同意，没有你的允许，别人没有办法让你快乐，没有你的允许，别人没有办法让你痛苦。你知道这一位天才妈妈的职业是什么吗？她的 job， 护士。你有种人来做护士会死人哦。你知啥物死？就是照顾的病人会死。有一天他上大夜班，大夜班就11点到8点，12点到8点。
他11:50就来到了他的护理站，换上了护士白色的制服 uniform。结果时阵呢，来到护理站，他看了医生的指示交代，12点正式上班了以后，不慌不忙来到了他负责照顾的301病房。把里面正在熟睡的王姓病患叫起来：“王先生，别起啊，别起啊！人已经困到那边去哦，迄嘴嘛可以安尼泡泡哦，泡泡哦。”你来叫起来哦，别起哦，别起哦，王先生，别起哦，别袂起就较好起。本来是安尼，伊个变出安尼。迄人好起，王先生。对档哟，老师，对档哟。恭喜王先生，没那么严重。医生有交代，伊惊你困袂去。医生怕你睡不着觉，所以有交代，叫我拿2颗安眠药，你务必一定要吃下去。水在这里，安眠药在这里。乖哦，慢慢吞哦，莫去加着哦。哦，真好。你也听讲是？人家医生很好心，怕这个病人因为病痛的关系睡不着觉，2颗安眠药的药剂可以刚好帮他入眠。但是人已经困去，你讲叫开吃安眠，你是咧创啥呢？你无样。所以我们一个人不要太僵化。很多事情的时候，不可以说我们的长辈交代我们做什么，但是情况就要改变，知道吗？有一天，他帮助一个医生在开小刀，那是盲肠炎的小手术。可是你知道那个林姓病患吗？林先生病人，他穿着手术衣躺在病床上面2分钟不到 ，only 夺门而逃。你知道我们成语多优秀吗？夺门而逃，那个门都要把它抖掉。那奇怪的那个门有什么好抖的呢？夺门而逃。冲出去，刚刚拿到电梯，且碰到了谁？碰到了这家医院的院长，嘣了。你不讲那人家行色紧张，哇！你不是在开刀吗？为什么这样匆匆的跑出来呢？啊 ，What's happened inside？ 在里面是什么代志？他后事在内底有讲一句话，伊讲啥？你甲我讲。医工不要紧张，不要怕，这个手术一下子就好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很快就好。对，护士讲的是对。医生，你听清楚，你听我讲了。伊讲这句话不是咧对我讲，伊是咧安慰医生讲。安慰医生，你躺在那边，听到不要紧张，一下子手术就好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他可以了。你会不会跑？你会不会跑？我看你们抖2个门，什么时候在讲什么话？信心才会有信心的话语。信愿行3资粮，你知道吗？信愿行，在佛家里面就是3资粮。你要成佛，这3资粮是缺少不可的。就好像呢，我们要 passport， 你要出国的时候，这一些签证、这一些护照，你都要带着，不然你怎么出关呢？你怎么这些都是？你看，这个他们家全部都是天才，天才妈妈一定有天才爸爸，跟天才孩子。你看这个3代同堂，这个爷爷在讲话，哇，在看电视，孙子出现，小娃出现，还多电视的头前要啊叉爸叉，叫做欧北要爸叉，击黄牌3不是啊，一群2次3他闪了，爆干哪部？还把3个喷个中来。这人家门口出现一个角色，这角色你要是听不清楚，这个笑话你就不会笑了。这个角色就是这个孙子的爸爸，也就是这个爷爷的儿子，太优秀了，都有这个。所以这个爸爸看到自己的儿子被自己的谁打，逻辑正确，太优秀了。这个爸爸看到自己的儿子被自己的爸爸打，这个爸爸就很不客气，谁敢给有个短？这个爷爷就讲话了，你那里的无聊，啪一拍打，你陪了酒，你讲酒了。站在门口的爸妈就说话，爸爸，因为我看到你打我的儿子，所以我也打你的儿子报仇。因为我看到你打我的独生子，所以我也打你的独生子，算账。
你看看这爸爸，天才爷爷，你看这个爷爷很可爱啊。这个天才爷爷，有一天的时候开着车子从甲交流道上去，要到乙交流道下去拜访一个朋友，就出去不到20分钟。这个天才媳妇、天才护士、天才妈妈，就是同样一个人，知道没有？这是听广播啊，收听星光，掌握方向，那你让世界更美好。93.1 FM。然后安琪主持人在那边讲话，我跟你讲哦，给你们切开喽，什么交通大队一边去处理了，就在甲交流道跟乙交流，不知道是北上还是南下，有一辆车子逆向哦，假给丢哦，你不要被他撞到，也不要撞到他哦，赶快停在路肩让他过了再开哦。媳妇就赶快打电话，爸爸哦。就刚好在你甲交流道、乙交流道的中间，这里有一辆车逆向哦，你停在旁边，不要被撞到，我撞到他哦。媳妇，你告诉警广主持人，他情报错误，不是一辆车，是全部的车都逆向。他们为什么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呢？只有我这一辆车遵守呢？为什么他们都逆向行驶呢？罪魁祸首就是。有一天，这个爷爷带着这个9岁的小娃，叫显的这个小孩去运动场去玩一玩，结果回来了以后全身汗，坐在爷爷的沙发上面，哦，告我告嘴，看着电风扇，小华孙子哦，帮爷爷擦擦头。这个小华就马上拿大条的毛巾，爷爷怎么擦头？头要怎么擦你比较舒服？擦你的头嘞，擦，我说擦电风扇的头。帮爷爷擦擦头。爷爷擦擦头。有时候会 misunderstand。你那个讲话一定要清楚啦！我跟你讲，你笑到这个心有什么？真的，我们要贴心，我们要感觉别人的感觉，但是在听话的时候，你要听到，又要听完，你要听得懂对方的话。所以的话，我们看投影片之前的时候，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我们就来看，然后唱一首歌，我就要下课了。该说再见就要说再见。你看呢，有一位呢，那个比较结巴口疾的，你听得出来吗？我小时候是口疾。我把它历练，我到了成大1年级的时候，求完道我才把它改变的，不然18岁之前的时候，我讲话就口疾。你看那个口疾啊，怎么样子的口疾？因为我学起来特别像，因为我以前就口疾。我只要把以前的记忆呼叫回来，我就口疾。哎呀，星期六他很喜欢，他就去那个酒吧那个地方就 relax 听 music。就一进去的时候，看到了柜子上面就一个，那啤酒是什么酒 ？XO 的好酒，都找连带1928年的陈年好酒，多少钱？1万块钱，今天我是有 discount 8折，8000块成交，开，老板马上就开，开完了以后这个口诀，开什么玩笑？人家还在破折号呢，口急的还在破折号，不是感叹到你开什么开呢？所以你听话，你要听话，你要听懂人家在讲什么话，不然的话到这边把几挂掉啊！那时候这整个家庭当中，不过你跟你讲这个口急的哦，他促销圣经促销的很好，你知道他怎么促销？有一天人家呢请他来上台分享share一下他的经历。弟兄，没什么技巧，我一上台，一定会先讲摩西世界的故事，一讲就40几分钟，一讲完我就会问一个问题，你们是自己买一本圣经回去，还是自己看下去？买，我们全部都买。他知道自己的缺点，把它用在适当的地方，变成优点。对自己一定要多一些了解，这样子的人才可以恰到好处。事情上面没有蠢材，我最后送给大家。
不要动不动的就是骂自己的孩子，骂自己的弟弟妹妹，骂自己的四周围的人，就是蠢材。没有蠢材的孩子，只有蠢材的父母亲，知道没有？没有蠢材的部属，只有蠢材的主管。没有种不好的庄稼，庄稼就是农作物。没有种不好的农作物，只有不会种的什么农夫。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不会教的老师。当然有一天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妈妈，我怎么会生长你这种蠢材呢？他说蔡典团师曾经在一和身旁这里说过，没有蠢材的孩子，只有蠢材的父母亲。你不要急我这一句话，拜托，这个时候不要急。哪一天你的主管了，你在上班的时候，你的主管又在骂你，我怎么会骗到你这种蠢材的部属？calling to Professor Cai。没有蠢材的部属，只有你们在下传台的主管，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有时候该收的时候收，不该收就不要收。我只是告诉你一些正确的观念。你们以后当了主管，要善用这一些的部署，有他们的五常。摆对地方的人才就是天才，摆错地方就是蠢材。我们来看看新加坡的有请总理李光耀。你看达利乌巴尔斯说，我们新加坡不像埃及有金字塔，不像中国有长城，不像日本有富士山，不像夏威夷有10几米高的海浪，不像台湾有什么？告诉我。有圣堂。阿里山。不像台湾有什么？玉山湖。什么槟榔树呢？埃及的金字塔，中国有长城，日本有富士山，夏威夷有10几米高的海浪，这一些都是他们的特征，旅游的景点呢，吸引旅客的特征。台湾有什么好吸引？玉山，还有太鲁阁。那个背景音乐小声一点，谢谢。一个人搞啊，客气，准备好课。我们除了1年4季直射的阳光，什么名胜古迹都没有。要发展旅游事业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哟。卖家要求穷追，不要要求太多。你光要看了以后，在他的报告上面有这一行字。你想让上帝给我们多少东西 ？Sunshine, beautiful sunshine is enough。你看看右上方面，你看太阳多高注意，1年4季到头都有这一些。里面那1年4季直射的阳光，种花植草，很短的时间之内发展成世界上面著名的花园市，连续多年旅游收入比亚洲第3，你知道吗？超过我们台湾呢！拜托，新加坡跟台北的 area 面积是一样的。可是你知道，它跟台北市是一样，竟然发展它的旅游的事业，比我们台湾有阿里山、有太鲁阁、有日月潭。你看旅游事业还好，我们这些政府是在做什么？叫做口水。你看这一些的是新加坡，上帝给每一个国家、每一个地区实在不多，然后我们身边的景点，杭州一个西府，给曲阜一个孔子，所以孔子的故乡在哪里？曲阜，太优秀了。就拿个人而言，他给每一个人也少，他给牛顿就是1颗苹果，还是丢过去。不是说我请拿去哟，请拿去，不是丢过去。嘿，那是咱叫他叫讲的，那一定要叫才吃掉。你怎么还会说哦？这苹果为什么不是 up？ 为什么是 down 呢？他是给了迪士尼，那么一只老鼠。你看，他给迪士尼一只老鼠，那个老鼠，而且是在迪士尼自己连面包都吃不上的时候到达。你知道吗？老鼠跟迪士尼全部都是 hungry stomach。你看他们俩不是2个人呐，是人跟鼠，都很饿的时候变成你看看结交了啊，深交的好朋友。上帝的馈赠虽然少得可怜，但那是效果。你只要是有心清醒的话，上帝给我们的实在是太多了。聪明的江南人利用西湖把杭州做成了天堂，智慧的北方人利用孔子把西湖变成了圣城。你看嘛，这4张相片，你可以发觉我们台湾的孔庙差太多了。陈世忠的牛顿因为那一只苹果奠定了自己在物理上无可撼动的，他发现什么？
地心引力。聊到了迪士尼利用那一只老鼠创造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动画帝国。你会发觉有些你会抱怨上帝不公平，为什么我们同学的家境这么好？为什么我们同班同学的面貌这么姣好？为什么别人权位这么好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抱怨。你也许会说，送给我们的只是办公室的一把旧椅子，但是你知道，你光到这一句话的时候，你会忽然间跳起来。哎呦，那一把旧椅子也是上帝要送给我的，善用它了，善用它。不要比较，你就不会计较；不计较就不会乱叫，知道吗？你要成为世界上面最快乐的人者，就是不比较、不计较、不乱叫。因为你一比较就会计较，人家的太太、人家的先生、人家的你知道哪一家？所以有一些的太太来到我的研究室啊，跟我 complain， 跟我请益一些事情。人家我来睡，给了这个查考呢。我心内咧想，我无讲出来，我无讲出来哦。我讲你含查考都要给。我来睡，给了这个查。结婚以后哦，都会带他去爱河的旁边哦，你也吃简餐哦，永浴爱河哦。我结婚了16年茶哦，从来没有带过我去爱河。我知道在高雄市，但是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没有人家的丈夫都有烛光晚餐。什么叫烛光晚餐？就是电灯全部关掉，桌子上面就是点那个精油的蜡烛，喝交杯酒，听着龙。的音乐茶口，竟然这种茶口丈夫，结婚了16年，从来没有让我看过蜡烛，只有在停电的时候才看到，还是白蜡烛。不要看负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角色演好，善起别人的心。我们来听听季风老师在前几年批出来的这个戏。这一首歌，好来，后面的帮我 play 第3首，另外一边的第3首。DJ， 独角戏是谁唱的？你们怎么都知道呢？来，会唱的意思一来，许茹芸，但是歌词不一样，是季风老师恩师批的，歌曲改变。所以唱歌的时候一定要去感受它里面的含义。请不要看讲义，看上面。